有冇過嚟做鄰居嘅朋友啊？睇下咁樣嘅景觀，鍾唔鍾意？只需要攞出3萬蚊，你就可以喺珠海市入手一套精裝修嘅大3房啦。嗱，1蚊都唔需要多啦，因為呢度咧可以做低首期嘅，剩低直接月供咧3-4千蚊，你就可以入手一套大3房啦。我哋而家睇緊呢個咧係4房南北通嘅戶型，前後咧都可以望到小區園林嘅，成個樓盤都已經落成咗啦。環境係相當舒適嘅，25到30分鐘咧可以去得到拱北關口，15分鐘左右咧就去到南平華發商都嘅。呢個戶型咧4開間朝南嘅，右手邊係我哋嘅公共洗手間，咁到翻呢面咧就係我哋嘅第一個客房啦。3間房以及客廳咧全部都係朝南嘅。再過嚟睇下呢間書房嘅景觀咧 ，L 字形嘅大玻璃窗，唔單止可以望到我哋嘅湖景、小區園林景，而且光線通風都係特別靚嘅。而家嘅單價比之前足足降咗50%啊，最高峰賣到21000，而家10800起你就有交易啦。成個主人房咧唔單止空間舒適，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嘅。而家入手一套精裝修大3房啊，100萬都未到啊，真係平過你租屋嘅。嗱，而家咧有幾套低首期嘅名額，Jason已經列好咗啦，有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，拜拜。